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今日係2026年1月11日星期日。以下由我小窮仔個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每周小窮仔新聞天地新聞撮要啦。第一則新聞資料來自1月11日 RTHK 新聞。我哋睇下個標題先。標題係高鐵西九龍站直達站點本月26日起再新增16個，增至110個。港鐵宣布，本月26日起，高鐵西九龍站出發列車直達站點再新增16個，相關站點包括南京、無錫、合肥等多個熱門旅遊城市及文化古都，令直達站點總數增至110個，乘客可於明天起預購相關車票。港鐵又表示，上海虹橋臥鋪列車的服務將由原來的星期五至星期一開出，增至每日開出，往來廣州南站等的班次亦會加密。而今次的站點數目和服務提升，將惠及短、中、長途旅客。港鐵又感謝兩地政府部門及內地鐵路單位的支持與協作，促成這項進一步支持香港和內地城市的商務、旅遊及探親等出行需求的升級安排。我哋睇下呢則新聞。新聞來自1月11日 RTHK， 標題係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下月25日發表，陳茂波本年度資本賬目仍赤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下月25日發表。陳茂波在網誌提到，由於印花稅在內的整體收入增加，讓政府的經營賬目可提前恢復盈餘。而隨着政府對公務工程的加大投入，本年度的資本賬目仍會錄得赤字。當局會借助市場力量，包括適度發行債券，支持基建發展。陳茂波強調，特區政府未償還債務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只約為12%，仍處於非常健康水平。陳茂波表示，公眾諮詢展開快將1個月，期間密集與社會各界和行業代表、團體及市民會面。昨天出席本台節目《眾言堂》，同來自不同背景的市民直接交流。他說，在不同的諮詢場合，大家都認同疫情後這幾年，香港經濟正穩步發展。陳茂波提到，去年金融市場表現亮眼，貿易行業亦都因為出口強勁，為整體經濟提供支持。盛事活動吸引更多旅客訪港，也為市面增添良好氣氛。不過，國際地緣政局氣氛越趨緊張，近來善邊主義、霸權主義更是肆無忌憚。世界面對的不確定性或許會變得更大，必須謹慎防範外圍市場波動對香港市場和資金流向的可能影響。本港經濟轉型過程中，難免發展不平均和不平衡，一些行業和市民確實面對挑戰。陳茂波認為，今年是國家15規劃開局之年，為香港帶來新的機遇。本港亦需要繼續謹慎管理公共財政，政府要精準配置資源，提升效率，確保有限的公共資源能用得其所，維持公共服務的可持續性。我哋又睇下呢則新聞。新聞來自1月11日星島頭條，標題係我要讚佢社企提供免費培訓，助劏房青少年變身專業銷售員。來自單親家庭，居於劏房，待學待業的青少年，又稱雙待青年，透過參加由社企舉辦的銷售培訓及師友計劃，學懂銷售技巧，成為專業的銷售人員，重拾自信。這班青少年更透過計劃參與不同社企舉辦的市集，獲得兼職或全職機會，更有人向着創業之路進發。燃燒小伙伴與推廣好幫手計劃 HIT Project 負責人劉家良 Calder 指，計劃啟動後，約有12名16至35歲青少年在首半年參與，並預計在項目營運的1年半內，有48名青少年參與。Calder 說，這批青少年大多學歷不高，缺乏工作經驗，有的有特殊教育需要，有的則在學業及就業上遇到挫折。我們希望這個計劃能為他們提供一個重新出發的平台。大家對以上呢則新聞撮要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俾我，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下次見。